令到自己變得更加美麗年輕，可以話係大部分女士嘅終生事業。如果可以一邊享受生活，一邊 keep 住靚，就真正做到一個內外兼備嘅現代女性。Nelly 啊，而家我身體咧就靚晒啦，咁除咗 body 之外咧，面部都好緊要喎。你放心啦，從你身體到面部，我哋都會 take care 㗎，仲要你由裏邊靚出嚟添。News 好注重靚係由內而外靚出嚟嘅，但係食同茶嘅產品效果唔理想，所以 Renix 從根源解決肌膚衰老嘅問題，致力鑽研骨膠原自身嘅美容服務。佢哋會用冷凍光學技術幫助刺激膠原，令到肌膚由內而外都咁靚。Nelly 啊，咁除咗骨膠原之外咧，好多女仔咧都想提升面部嘅輪廓。你哋建唔建議做拉面皮嘅手術啊？我認為而家唔使再做手術㗎啦。喺 News Centre 呢度 ，Evis 用最先進同埋美國 FDA 認可嘅超聲波技術，喺重點位置包括額角、眼周、臉腮同下顎做療程，就已經有臉部提升嘅效果。療程仲由醫生進行，俾到顧客信心添。而家我真係感覺到自己啲皮膚咧由裏邊靚咗出嚟啊！肌膚嘅底層質素提升咗，但我哋都唔可以忽略日常嘅護理㗎。市面上有咁多護膚產品，都要識揀識用先得。News Centre 嘅 Andy Skin 有8個醫學美容護膚品牌，我哋先用儀器分析你嘅皮膚狀態，再幫你 mix and match 個人化嘅護膚組合，等你嘅皮膚 keep 住靚。唔同人對生活享受嘅定義咧，都可能有唔同嘅睇法。我自己就覺得對身體好啲，令到自己更加靚、更加健康，就係更高層次嘅生活享受。